我的声，愿你暗耳孔听我恳求的声。我听候耶和华，我的心神在听候。伫伊的话，我有仰望。我的心神听候主，比手机的人听候天光较切，比手机的人听候天光较切。以色列啊，你着仰望耶和华，因为伫耶和华有慈爱，伫伊有丰盛的救赎，伊的确救赎以色列脱离伊一切的罪恶。伊若听候伊的，拢有福气。